壁雕一路空笑，伊拜托了农夫担着一担的水蜜桃，向王府直进了。文剑不在对玉柳山庄，刘可生意日日，现在深夜围攻玉柳山庄。 南北军王当着三庄主力军库，以及南北军王不幸遭到刘可之杀害，庄中的农民也被刘可杀死不计其数，杀至天丘地远，鬼哭神嚎。唱啊唱啊！但刘可自将着玉柳山庄所有的基地全部都抢走了。来呀！收兵啊！ 实在我真高兴，真残忍，真残忍。是啦，这到底什么人所做？可怜，心怀片野迄刘星豪、三庄主呢？三庄主拢死翘翘咯，阮后生啊比这恶霸呀头一所散了。 阿婆啊，等你莫哭来，咱赶紧准备发落这个后事。阮三家某一定会刷新啦。哦，我一定会报仇就对啦。可怜，吼！我咧想，这无别人啦，一定是奸王的妖计来做的。也毋过这个马骹地的地魂真多呢，可能是刘可所做。是啦，儒家讲安尼也是有道理，可能是刘可，一定是这个喷火龙。 喷火龙也就是因这个八龙之一啦，专门拢总在这个外域沙漠所在这个抢劫啊。这次亲近西域，可怜玉柳山庄的庄主阵亡官区，这刘可真残忍。玉合因老爸也是遭刘可的杀害，实讲起来有够可怜。这刘可若是要甲伊消灭啦，毋知偌侪人得要吃亏在伊的刀下。人家拢黑白讲啦。 我伫外乡来甲咱遮遐尼远，精疲力竭，伊要我多人，拍赢三庄主，搁南北军王啊！讲话嘛是真矛盾。免烧钱，免烧钱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是知啊！我就是先知老知某，老知哥啦，老知某，毋是啦，姓老名知某，嘿啊，伊拢是老知某哦。 你这天心魔，随我做人三爷嘛，我安尼拢无安详呢。我这随我做人咯，我随我旺啦。我这就是狗马虎气无动，西瓜换大名，对。我甲你无啥完详呢，对。好啦，是讲你做，无甲这歹人斗阵，也若无你咪甲你推。恁三爷若爱知影代志，都这个老弟某上知啊。这件事啥物人？伊拢知。 讲看卖咧，讲看有对无？讲若无对哦，朝多你咪甲伊推对。你这金风避东龙神角，暗藏无常，死不知有无？还个迄三个交易来甲你断定讲，家己的代志你都毋知影，佫会断定别人的代志。了后我甲你推，你会记来袂？是啦，我会记啦。这无错，就是外乡刘可所做。但是外乡的刘可也佫毋是厉害啊，佫再来你都爱知啦，哈哈。 过时了，卖吵卖吵的，甲遮讲闲话无路用啦，赶紧调查一下较详细的。一边
你龙爷，哦，咱的府门外有一个足歹，也担担水蜜桃，足水足水的，啊，讲要来奉上王爷。哦，传进来，请你几位哦。哎呀，你拜！王爷免惊免惊免惊，我伫你身躯比你免惊，你是人啦。哇，生存我不准啊！王爷千岁千岁。你这个歹人，来到王府有甚么缘故吗？我乃是吴东山上的农夫，一生经山坡种果子为生，其中所产生的水蜜桃最香最甜，挑选到这个极品，奉上王家当王妃上一上啊！哦，真好，我王妃上爱食这个果子水蜜桃，哈哈！来人啊，赶紧将迄担水蜜桃给收起来！啊，收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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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王家千岁，听说王妃娘娘生做天子国色，哎呀，我这农夫愿欣赏一番呢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歹人也爱看水查某心，然呀！哈哈，安尼好，我王妃若是出来甲你徛做伙，总共是乌白对照啊，美秀会这个分明啊哈！啊，来你咯，到后房啊！甲请王妃娘娘出来有听无？王妃娘娘有请，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免惊免惊，迄农夫啦，农夫啦，毋是鬼啊，迄人啦。啊！自我这个沙都烟做人，毋捌看到遐尼歹，实在是好惊人的歹呀！啊哈哈哈哈哈！娘娘千岁千岁，我虽然人真歹，也毋过我心肝真水呀。请问王妃娘娘，你生做倾国倾城之美，不愧是华拉第一美人。今仔日我这个歹人看到你呀，真是如痴如醉。哦，你徛到远咧，甲我的爱妃伫咧讲话爱二三笑。哦好。好。王妃娘娘今年尊敬多长呢？你问我几岁是要创啥啦？爱妃啊，看起来人真歹，也毋过你讲话不离文雅呢。甲伊讲几岁哪有啥物要紧啊？我的爱妃今年28啦。哦，28岁长青春啊！哈哈哈哈！来，我甲你量你的身躯。量身躯创啥？我就是要做一束衫裤。做一束非常美的衣服，要来送王妃娘娘啊！哦，你也咧做裁缝师是？不但是裁缝师，我裁缝师、画师、雕刻师兼农夫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哇，你万能咧！好了，你看卖，你看卖。5尺6寸标准体格。你的手长。你的脚会长度，周围安尼好，我已甲你记甲清清楚楚，做一束非常漂亮、非常水来送给王妃就是。多谢多谢，看你的功夫啦啊，做了若真水，我会当当赏识你啊。多谢王爷千岁，过喜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人强加有诈，我派人调查一个详细。哦，你看敢有有诈心？因为这个中原有出一个壁雕，非常神秘。当初我的第8小弟就是叫壁雕拍死。这个人是毋是壁雕？哦，对了，本王煞袂记你问伊名姓啦。我派人调查就可以明白。恁到底对人？阮唔讲我刑事组长。我讲，阮是风力单主住甲青海的博下，我就是叫做魔角，我就是叫做杜飞镖，我就是崔琴啦。奉令要来调查这个稳固的是毋是壁雕？你甲看迄个敢壁雕？都毋知啊，无敢问也毋知啊。我甲你讲，迄毋是壁雕了，
也无做啥，迄啥酒，叫做酒河。酒河毋是做我老朋友哩咧。我别讲啊，比条老大都翘起啊。安尼，我你讲啊，扁头龙甲恁单主有熟悉哦。哦，扁头龙甲阮单主真好啊。哦，安尼好，安尼恁就是狼狽为奸，我再说来去就是臭味相投。你甲恁单主讲哦，叫伊毋通交陪这个扁头龙哦，迄就是邪门的呢。啊，恁正牌若入这个邪门啊，安尼叫污染着恁的效果不堪设想啊！你甲讲我这个老和尚你甲中过？是啦，我天生也再三甲伊中过，等下变你的单主吼，啊此后毋通过来啊！哦，多谢了，多谢。毕雕又搁咧很心痛啊！嚯，7、8年无看你咧，来甲拜访一下个。是，向前入草厝。三位前辈大家光临，晚辈万迎失敬多了啊，免动哩。哦，三位前辈，完全甲应该同款，拢总是年轻不变啊，真是自然有术，终生发妙啊！我知你知，古先生啊，哈？老和尚，你毋通无礼啦，什么叫古先生？也无想要叫啥，叫毕雕嘛无偌好听。你有所不知，现在人伫咧个称呼叫做武林的博士。天生善人，你咧讲话真文啊！你讲安尼也是无过分啦。武林的博士讲了有较勉强淡薄啦，啊是讲有影啦，伊后壁一扑遐大扑，这也无怪讲人咧甲称呼叫武林的博士，安尼无过分，无过分。来，三位道兄请入来吧。多谢。毕雕啊。你踮这个所在，这个稳顿，老和尚即马甲你号一个名，叫做周河啦。自从这个壁雕2字甲你拆开，叫做周河，所以以后人若问你啊，你甲讲你叫做周河。果然如此，圣经你的脑筋真敏捷。你讲了无过分啦，无过分。但是现在得要来拜托你，第一困难就是暗杀大人失踪，到底是镇南王所求，也是怎样？这个无证无据，结局也无可能甲伊争论到底。第二呢，六合讲伫沙漠叫梁光峰赶去，野当归甲王三等来报告，现在阿霸王正在得要追逼啊，得要去找啦。这2件大事真是使阮众人头重如山呐。哦，恁是先辈来问我这个下辈，安尼我就占权咯。万事拜托。若是第一件事暗杀大人的失踪，这个放心。一礼拜内暗杀大人绝对是会出现呐！拢怎着滴嘴讲，拢怎无油啦？哎呀，老和尚，你毋通乌白讲啦！即马壁雕甲应该壁雕是无共款呢？啊，那无共款？是啊，应该是壁雕，即马都是周河啊！哇，对，讲那嘛是有道理。第二件呢？第二件六合。第二件六合已经，加入这个外穴，这个也是真歹讲。最后我来动后时吧，来拔一个卦遍地分晓。你也爱拔龟卦？哈，老和尚，你的嘴不离龟，我都爱食红龟。稍等下。哎呀！那行了。六合已经陷入死角咯，六合已经行入大凶咯。真仙不改之凶啊！哇，安尼免咯！毕雕啊，要六合陷入这个大凶，是神仙不改之凶，要如何是好？照你意思讲起来，这就是无救啊！是。如果若是要解救六合的脱险，除非就伊本人啦，任何人都无可能解救伊的性命脱险，因为伊个人的道德才有可能化险为夷啊！你讲安尼，我实在听得足神的。迄人有一个运命，对，迄命运安排啊，而且训练了伊个人要解救家己的性命。圣经有所不知，所有的命运我解释给你听。命就是先天的，伊这个运就是后天的啦。因为咱这个命生出世都是有相生相克，就天地万物都相对，人的运命同款也有相对啦，有利必有害，所以命就是固定的。运就是后天啦，
运就是动力，运转是人的动力的意思。所以运会当扭转这个命，就是讲，假使你先天有缺，后天来补；先天命歹，后天的运来甲补过。安尼你知影无？知啦，我知啦。虽然六合含有这个恶业，但是呢，运会当甲伊转为吉祥。所谓后天运转的动力，爱靠修养的功德。道德若是修养有够，就算本身的动力有够，所以六合所犯到的死业，也就是靠伊自己才有可能解脱的意思啊。讲安尼，天生你听了有道理啊，无道理？我听了真赞同，真赞同。博士啊，怎你安尼相迎？你却这身查某囡仔是咧创啥？这都是沙多言变色狐狸，也就是定南王的爱妃。迄歹人哩，歹查某了。你调客这，你创啥？欣赏啊，你要欣赏，你嘛着欣赏咧较水的，像暗塔大人啦，迄个当欣赏啦，迄水过时阵尽忠爱国，对。像我老和尚古锥，我这人尽忠爱国，你看我艺术面的呢，大头，哪看哪古锥。好了啦，莫大甲啰嗦，甲我交叉。是啦，避掉阮过时吼，请了。你若咧起歹哦，有咩做咧调查？避掉这个人哦，拢未得势了。现在避掉的道行啊，在咱之上，不在咱之下。伊的武功也是比咱较好。现在避掉甲应该8年前拢无共啊。Hello， 你看，小姐，这暗哪有这个姑娘向前来？无别行啦。头拄伊3个失败了后，即马过来用查某囡仔来啦。这美人计啦，对。伊想我避掉是单身汉咧。看守死几10年啊咧，即马选择这个查某囡仔要来甲死人，所以英雄难过美人关啦。无说讲避掉，迄歹人拢嘛爱看水查某囡仔。这运动会入局的。也毋过安尼哦，据我天生所在，武林中江湖走透透啊，脱过3关，第1个就是最英俊的六合；脱过3关，第2个就是最歹的避掉。是啥号做3关？名利关、生死关、美人关。避掉会当脱过美人关，迄我真唔相信。要无咱两个打赌？我来过。我若打赌赢你，你永远是我的老小弟。可以啊。你若输我，换你做大。你咪无做一摆大咧，袂爽快咧。抗一抗便知道。叫做文玲啦，今年才18岁尔，姻亲未定啦。爸母老早就死了，顶无兄姐，下无弟妹。现在人阮的生活都是依靠查甫人啦。咱两个孤男寡女，同病相怜嘛，吼。偏向。老和尚啊，你去互肉弹叮着。无你这查某囡仔是安怎咧？惊什么正来这咧喜人查甫人啊？哎呦，一言难尽啦！谈计，玩戏，波叔，沙多言，剑湖。倾国倾城的剑湖令人万叹。哎呀！哇，你伫咧做恶梦心。千岁啊！我的左腿痛痛难动啊！大概叫臭虫咬着迄款啦。国王，甲你看卖，国王，甲你看卖。哎呦呀！咻！哎呦呀！甲看起来都无严重啊！你这双腿是雪白白的玉腿啊，也都拢总无半点的红号咧。我死啦！我死啦！滚输啊！紧的啊！我的爱妃的脚痛痛难动，可能是神经疼款，赶紧来，镇疼这，紧。
天生，你假使你若免问我的秘密，只要讲你，我就能胜过我3名的徒弟啊！安尼我资格青海归顺你了。假使若无法度，你来归顺我。哦，老和尚你想安怎？边咯，甲卡落，3对3，免错。好，来吧，领导。好。现在3业当3受决胜负。另外这边。那边怎落啦？我死啦！现在必要当着变色狐狸的大法，什么人会当胜利呢？就看要命到底变化如何呢？请看续集变了。